各位早晨，今日係年初10，今年第一次見面，恭祝大家身體健康、心靈愉快、新春大吉嚇！主嘅恩典常常臨到各位身上。非常高興今朝早有機會同大家一齊嘅崇拜，一齊嘅領受聖餐。就首先我要講個我曾經講過嘅故事，一個好特別嘅故事。話說從前有個有權有勢嘅大富翁，佢老年得子，在滿月嘅時候咧，就請客嚟到食飯。一時之間咧，門限圍村，賀客盈門。尤其是咧呢個剛剛滿月嘅細蚊仔咧，俾人抱出嚟嘅時候，更加引起四方八面嘅注意。讚嘆之聲不絕於耳。一賀客阿甲咧就要恭賀佢啦。佢話請睇下呢個細蚊仔，天庭飽滿，耳大手長，命中主貴，將來咧必登龍門，發達在望，可喜可賀。咁跟住賀客乙呢又跟住話：各位請睇下呢個細蚊仔呢，鼻翼寬大，手掌軟綿，內含朱砂，將來必成為大富大貴，可喜可賀。賀客丙呢就跟住話：此子一面秀氣，目現靈光，顯然智慧超群，文采煥發，將來必成大器，為文學之巨擎也。呢個老翁呢，在各方進言嘅擠擁之下，耳聽八方嘅讚語，心中咧受用快樂，實在難以筆墨形容。不由自主嘅就把佢懷中嘅嬌兒呢越抱越緊，生怕咧佢會飛走咁樣，或者咧抱得太緊嘅緣故，呢個細蚊仔竟然在賓客環繞之下放聲大哭。哭聲呢清越嘹亮，正在呢個時候咧，正好幫助一個咧係搜索夫長唔知點樣講祝賀說話嘅賀客嘅靈感。佢立刻咧催前話，用比呢個細蚊仔嘅哭聲更大嘅聲音講：你哋睇下，你哋聽下呢個細蚊仔嘅哭聲啊，充滿咗金玉之聲，將來必定飛黃騰達，位居極品，可喜可賀。呢個老翁呢，正在不知如何是好之際，左右為難之際，就聽到呢句說話呢，不覺笑逐顏開，立刻擺上最好嘅酒菜，拿出最豐厚嘅禮物，分贈俾各親友，準備筵開不夜，盡情狂歡。不料在呢個時候，忽然有一個不識時務嘅客人，慎重其事嘅講：呢個細蚊仔前途尚難定論，但係我要講俾大家聽，佢將來一定會死。此語一出，左右嘩然。老富翁呢，雖然經歷滄桑，閱人無數，但係逢此情景，面上亦掛不住呢勃然色變。一場充滿歡樂嘅滿月酒宴，竟然不歡而散。各位，其實呢個小故事，其中只有一個人係講真話嘅，係邊個呢？而且100%係真話嘅，100%係可靠嘅，係邊個呢？其實佢只係講得非其時非其地啫，至令人不悅生厭。其實在日常生活當中，我哋都係扮演呢個富翁嘅角色，喜歡接受人呢虛偽不實嘅美麗謊言，拒絕接受呢
準確可靠真實嘅說話，將自己浸淫在虛偽變幻嘅夢境裏邊。但係事實上，最後一個發言嘅何客嘅話呢，係絕對真確嘅，因為生命當中生老病死係冇法逃避嘅，佢嘅真話佢係往往呢唔俾人接受。嗱，其實耶穌基督往往呢所講嘅說話都係一樣，往往唔俾人接納嘅。佢嘅講章係十分嘅嚴厲，往往係唔受歡迎嘅。所謂呢忠言逆耳。我曾經讀過一本書，嗰本書嘅書名好特別，好吸引。書名係咩呢？ Why does Jesus make me nervous？ 點解耶穌令我精神緊張？咁你跟住呢嗰個副題叫做呢 Taking the Sermon on the Mount seriously。嗱，即係話咧，你咧認真嘅讀登山寶訓。嗱，呢一本書啊，研究登山寶訓，雖然書名係有趣，但係咧其實係一本非常嚴肅嘅書。作者咧係 Gerald Mann 啊，佢講一句說話，佢話喺外國嘅電影當中咧有分類，有 G， 有 PG， 有 R， 有 X， 即係有啲咧係老少咸宜嘅，有啲電影咧係要成人帶入場先得嘅，有啲咧電影咧係非常嚴厲限制，唔准咧係小朋友、年青人去睇嘅。嗱，今日教會嘅講壇咧，同埋講章咧，大多數係老少咸宜嘅，皆大歡喜嘅。大家係咪覺得啊？如果今日牧師講篇講到，哎呀，真係舒服啦！你哋個個平平安安啊，唔使擔心啊，上帝愛你，哇，夠晒啊，唔使講第二樣嘢啊，皆大歡喜。天國近了，你唔應該快樂，唔係悔改啊。同埋咧，微笑嘅進入咧係世界吧咁。嗱，呢啲講章係最受歡迎嘅。但係耶穌所用嘅大多數嘅講章咧，唔係呢一類嘅講章。如果我哋坦誠虛心嘅閱讀耶穌嘅講章嘅時候咧，其實在當年同埋今日仍極具教導性嘅，同埋挑戰性嘅，在今日咧仍大有能力嘅，同樣係震撼人心嘅。所謂苦口良藥，但人咧係好唔想接受。佢話天國近了，你哋應該要悔改。佢話我嚟唔係叫地上太平，要地上動刀兵。佢話手扶着犁往後看嘅唔配進上帝嘅國。嗱，馬太福音講咗8福，但係你睇下8福咧，完全唔係我哋所講嘅係妻財子祿壽嗰啲福，而係乜嘢啊？完全係俾出要付出嘅啊！佢嘅福唔係我哋所講嘅理想嘅一味接受一味享受嘅福。響路加福音咧，佢講咗咧係另外一個福，六禍。佢唔係講福，佢講六禍。呢六禍係咩咧？指責當時嘅法利賽人毫不客氣，令到佢哋咧係原形畢露。在嚴厲嘅講章之下咧，佢定咗新嘅權威、新嘅標準，將注意力集中在人嘅動機，對仇恨、對奸淫、對呢係愛仇敵等等。佢當時嘅話好似兩刃嘅利劍刺入剖開。佢當時咧不受歡迎嘅程度咧，到點樣啊？俾人拉上去釘死十字架。但我哋啊會同意，當時嘅世代咧實在需要呢啲講章，係咪呢？雖然耶穌或者有好多時候講一啲溫柔嘅說話、柔性嘅說話，但係為咗愛，佢又講到好多嚴厲嘅說話，目的去叫我哋認真啲。各位，讓我哋今日咧係認真啲思想神嘅說話。信仰咧唔係茶餘飯後聽聽講講嘅嘢，更加唔係咧可有可無嘅生活嘅點綴品，亦唔係咧急嘅時候拎出嚟咧一啲應用嘅錦囊，或者咧萬應靈藥，亦唔係啲禮儀
有啲禮節，唔係啲禮文，更加唔係啲催眠曲。佢向我哋表示咧，信仰係生活嘅一切，要活出嚟嘅，要付出代價嘅，係有血有淚嘅，係一種犧牲嘅行動。各位主內弟兄姊妹，要復興今日嘅教會，要拯救今日嘅世界，我認為呢，我哋要打開聖經，認真嘅、嚴肅嘅嚟到睇下耶穌點樣講，要咀嚼，要消化，成為我哋生命嘅力量。嗱，耶穌講嘅都係真話，唔係奉承嘅，係真話。嗱，今日咧馬可福音嗰段經文咧，耶穌講咗4句真話，4句真話。嗱，當時咧真係唔容易接受嘅，啊，彼得咧甚至要責備耶穌，哇！你話要為我哋嘅緣故而死，唔得噶咁。耶穌話：撒旦退我後邊吧。哇！你話幾嚴厲啊！而且咧講得好清楚嘅。嗱，我哋如果係細細嘅研究今日馬可福音嘅幾咁短嘅段經文啊，細讀認識咧，同埋佢對我哋講嘅說話，其實我哋隨便呢一句放在我哋心中做座右銘咧，我哋終身受用不盡。各位，呢4句說話係講乜嘢啊？我同大家溫一溫。第一句就係話，若有人要跟從我，就要捨己，背起佢嘅十字架嚟跟從我。凡係為救自己生命嘅，必喪掉生命；為我同埋福音喪掉生命嘅，必救了生命。第一句。第二句，人就是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嘅生命，有咩益處呢？第三句，人還能什麼換生命呢？第四句。第四句係咩呢？凡在淫亂嘅世代當中，把我個道當為可恥嘅，人子在父嘅榮耀裏邊，同埋眾天使降臨嘅時候，亦都認為呢個人可恥嘅。4句說話，嗱，大家記住佢。呢4句說話咧，受用不盡啦。各位，讓我哋認真今日咧思想下。而家讓我哋咧係將耶穌呢4句說話再詳細嘅分析。我想呢4句說話咧，我倒轉嚟開始，我將你最後個句咧係講第一，我覺得好有意思，大家聽聽。第一句說話，佢話：凡係在人面前認我嘅，唔係將我度可恥嘅，啊，我將來都唔會咧係將你當作可恥。但係在人嘅面前唔認我嘅時候咧，我就將你當作可恥嘅。嗱，首先我哋必須肯定我哋同主嘅關係。天父啊，需要我哋咧清楚知道佢在我哋生命當中嘅位置。如果我哋在人嘅前邊否認佢嘅話，同埋以信仰為恥嘅話，佢亦會否認我哋，亦以我哋為恥。嗱，各位，信仰在我哋生命當中嘅位置係點樣呢？我哋放主在咩嘅地位當中呢？一個信徒必須接受信仰、實踐信仰，更加要享受信仰同埋珍惜信仰。各位，美國嘅大哲學家威廉詹姆士佢曾經講，佢話道德咧係冇假期嘅。其實何止道德冇假期啊？耶穌呼召我哋，對基督徒而言啊，我哋要天天嘅背負十字架嚟跟從佢。表明啊，信仰都冇假期噶。有啲人話：依家我放假啦，咁我暫時唔做基督徒先啊，我放縱下得唔得啊？得唔得啊？信仰係冇假期嘅，信仰同埋係行為嘅引導，亦係我哋行為嘅意義同埋能力，更加係我哋行為嘅目標嘅依據。唔好以信仰，如果唔以信仰為生活嘅引導嘅人咧，決不可能咧成為有能力、有見證、有智慧、有喜樂嘅基督徒。嗱，我哋嘅生活點解咁混亂？點解咁愁煩？點解咁失敗？愛心點解咁減少？信心點解咁軟弱？不一定係我哋離開耶穌，而係我哋向佢告假。暫時放假先啊，俾我做翻自己先，係咪啊？啊！我知道咧，有人話：喂，嗱，而家我喺香港咧，
唔方便做一啲我唔應該做嘅嘢。嘿，我去旅行就唔緊要啦咁。嗱，其實咧要小心，小心。其實咧，我哋咧好多時候唔止告假，我哋曠課不假而別，太忙啦，不靈修，不聚會，不侍奉，不向生命嘅源頭支取力量。我哋嘅樹苗啊，點能夠唔枯乾呢？耶穌話：離開咗我就不能作什麼。耶穌願意我哋永遠活在佢嘅心裏邊，成為我哋嘅引導。我哋是否願意讓佢引導我哋呢？嗱，第一句，各位你慢慢咀嚼下，我哋在人嘅面前有冇認耶穌？有冇認耶穌？有冇將佢放在重要嘅地位？我成日話，你唔將耶穌放在重要嘅地位，係等於唔將佢放在任何地位。嗱，所以呢，我哋應該要擺耶穌咧，我哋嘅主擺在咧重要嘅地位。第二呢，第二句說話，人拿什麼換生命？各位，我相信大家都承認，冇咩可以同生命比較。有乜嘢比生命更加重要呢？肉體嘅生命固然重要，但靈魂嘅生命更加重要。耶穌話：我嚟係叫人得生命，並且有更豐盛嘅生命。嗱，原來耶穌所講嘅生命唔係單一個肉體嘅生命，係我哋咧靈魂嘅生命，豐盛嘅生命。耶穌話：我就係道路、真理、生命。耶穌曾經講：那殺身體嘅唔能夠殺靈魂嘅，唔好怕佢。各位，可見耶穌咧要我哋重視，唔單止係肉體嘅生命，係靈魂嘅生命。各位大家都覺得係好沉重、好難過，就係日本兩個記者俾呢係伊斯蘭國嘅殺手咧將佢斬頭。咁大家知道咧，其中有一個係叫做後藤健二，呢個人咧係基督徒嚟嘅。嗱，大家知唔知道日本咧好少基督徒嘅？我咧係琴日咧同一位我哋教會派去日本做宣教嘅同工傾偈嘅時候，佢話日本嘅教會咧有40幾人已經係大教會㗎啦，有好普通係10幾人嘅啫。但呢個後藤健二咧就係咧佢去宣教個宣教會嘅一個信徒，佢咧係去一啲最落後嘅、最貧窮嘅國家，關心啲細蚊仔。佢今次去咧就係為要咧係拯救佢另外一個同事，就係咧佢早前去嘅一個唔知乜嘢係叫做湯川瑤菜啊，個名個名好特別湯川瑤菜。佢係救人嘅，但係睇下佢咧係面對死亡嘅時候，如果在報紙上睇見，佢完全冇恐懼，佢咧係勇敢嘅接受。最感動人嘅就係當佢被殺咗之後，佢個母親話：我唔想用咧係我嘅痛苦悲哀延續仇恨，我希望繼續佢嘅遺願，要將愛帶到人間。哇！我讀完之後好感動。嗱，乜嘢係比生命更加重要啊？有咩比生命更加重要？靈魂嘅生命咧更加緊要。各位，我哋咧要重視神俾我哋嘅生命，屬靈嘅生命，我哋活得更加精彩。第三句說話咧，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嘅生命有咩益處呢？各位讀到呢句經文嘅時候咧，我深深嘅受感動嘅，就係而家咧，我響青年會係幫咗一班嘅年青嘅學生嗰啲教會嘅傳道人咧，係教佢點樣係講道嘅咁咧，我咧每一次咧就要放映一啲名人嘅演講俾佢哋睇。咁有一次咧，我特別放映 Bill Gates 呢個全世界嘅首富，佢響咧係哈佛大學佢嘅演講，哎呀真係感動。佢一開始嘅時候，佢話：我好多謝我個爸爸。佢鼓勵我，希望我讀完大學。但我今日講俾佢聽，而家我攞到學位啦咁。原來咧，佢未人讀完大學，佢就走去咧出去做生意，出去做嘢。點知佢發達，
咁有人問：點解你唔讀啦？唔讀落去啊？咁點解你出嚟做生意啊？佢話最大嘅原因就係我知道呢個世界有好多好多貧窮嘅人，佢受到不公平嘅待遇，所以咧我願意放棄我嘅學業，覺得呢個唔係最重要嘅，我要做一啲嘢關心佢哋。佢話我要將我嘅財富完全嘅分俾佢哋。哇！我真係好感動，就係話我賺得全世界，賺得全世界，但如果失咗生命有咩意思呢？各位，其實今日我哋有好多人希望賺得全世界，但係失去咗佢靈魂嘅生命。大家有冇覺得好難過？最近有個法官講句說話，佢話想唔到我哋咁大嘅國家，我哋冇奶粉俾我哋自己嘅細蚊仔食，原因係乜嘢？原因就係有人出賣咗佢自己嘅靈魂生命，為咗賺錢，就係一啲假嘅奶粉，食咗細蚊仔呢個頭會大嘅，或者一個腎有問題嘅，賣俾細蚊仔，為咗賺錢。今日有人竟然間咧係用地溝油俾人家嚟到食，點解？為咗金錢而喪失咗自己屬靈嘅生命。人若賺得全世界，今日我哋可以賺得幾多呢？各位，我哋能否係將我哋所賺到嘅而家存有嘅可以帶走嗎？老實講，今日我哋所有嘅一切，有一日我哋唔能夠帶走嘅，知唔知道啊？完全要放低嘅，係咪？你最中意嘅嘢都要放低嘅，知唔知道？所以凱撒大帝咧，當佢死嘅時候，叫人家響佢棺材兩邊整個窿，伸佢嘅手出嚟，嚇死人啦！真係嚇。但係咧，佢想講俾人聽，佢話我係空空而嚟，空空而去。耶穌嘅說話幾精彩。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生命有咩益處咧？各位，我哋營營役役啊，為咗乜嘢咧？為咗儲蓄更多。抑或係我哋願意咧，將我哋嘅生命活得更加精彩。嗱，跟住第四個說話係最重要，就係咩咧？你要捨棄、跟從同埋背十字架。呢句說話可以講得話，整四句說話嘅核心。我好欣賞有個牧師講句說話，佢話冇事前嘅丟棄，就冇事後嘅跟從。真係嘅，各位。如果你唔肯放低，你就冇辦法可以跟隨耶穌。老實講，你今日話要跟隨耶穌，你又帶住好多嘅重擔，好多嘅痛苦，好多嘅咧係習慣。你冇話只跟隨耶穌，一定要放低，一定要放低。有個小朋友伸隻手落個窄頸樽裏邊，佢想伸翻出嚟，伸唔到，大聲嘅喊。佢媽媽話：你做乜嘢啊？你做乜嘢？媽媽，我手伸唔出嚟。點解你伸唔出嚟啊？我揸住啲嘢，揸住乜嘢啊？揸住你俾我個大餅咯。媽媽話：放低佢咯，你先出嚟嘅係咪？但今日我哋咧唔出得嚟嘅原因，就係我哋唔肯放低。嗱，曾經咧喺路加福音第9章有幾個人想申請咧係做門徒喎，結果點樣啊？結果冚唪唥失敗嘅，冚唪唥失敗。大家睇睇第9章裏邊咧係講咩啊？路加福音第9章有幾個人申請做門徒嘅？哇！有個人話咧係呢個咧路加福音第9章第幾節睇先啦？路加福音第9章。嗱，佢亦路加福音第9章咧係我呢度咧係睇唔見啊。曾經咧係有人咧係申請做門徒，但係咧係第9章第57節，大家留心睇下第9章第57節。他們在路上走嘅時候，有個人對耶穌說：你無論往哪裏去，我都要跟從你。申請做門徒咯。
耶穌對他們說：狐狸有洞，天空嘅飛鳥有窩，人子卻冇枕頭嘅地方。話喂，你唔好諗清楚咁。他又對另外一人說：來跟從我。那人說：主啊，容許我先回去埋葬我嘅父親。耶穌對他說：讓死人埋葬佢嘅死人，你只管去傳上帝的國。有人說：主啊，我要跟隨你，但容許我先去辭別我家裏嘅人。耶穌說：手扶着犁往後看嘅，就不配進上帝嘅國。嗱，第九章57到62節，呢三個人申請都 fail。點解？佢哋唔肯放棄，唔肯放棄。少年嘅財主乜都有啦。耶穌話：你缺少乜嘢？我仲缺少乜嘢咧？佢話：我仲缺少乜嘢？耶穌話：你仲缺少一樣嘢，變賣一切，周濟窮人，還要嚟跟從我。嗱，其實呢句說話咧，要認真嘅研究讀，就話：喂，賣晒先跟隨耶穌啊？咁你得唔得啊？吓，我哋得唔得啊？其實耶穌嘅意思話：你將我放在咩嘅地位？你肯放低，將我擺喺重要嘅地位嘛？嗱，喺路加福音14章，耶穌話有啲人開咗工唔能夠完工。其實今日啊，無數嘅人要跟隨基督，就係唔肯細細嘅考慮，付出代價。結果今日成為基督教嘅大諷刺，就係叫做有名無實嘅基督徒。好多人穿咗整齊而單薄嘅基督徒外衣，佢哋希望別人尊重，又怕妨礙自己嘅舒適。佢哋以為咧信仰咧係一種安逸嘅逃避，佢哋以為咧信耶穌係生活嘅鎮靜劑。基督教變成一種華而不實嘅信仰。其實當我哋讀聖經嘅時候，我哋會發現耶穌嘅信息絕唔係咁樣。佢從來冇降低嘅標準，佢從來冇降低佢嘅條件，使我哋容易接受。從起初到現在，佢嘅要求都係一樣。人若要跟從我，就要捨己，背起十字架嚟跟從我。各位，今日嘅重點就係，凡係捨棄嘅就得着，凡係保存嘅就要失去。呢句說話點解？其實係真理嚟㗎，各位。如果你收埋佢嘅時候，有一日你唔見咗嘅；當你俾出嘅時候咧，係越俾越有嘅。各位，我就講一個好感人嘅故事，大家聽。有一日響英國倫敦有一張報紙賣廣告，佢話一個富商之子在非洲傳道50年，現在回來在 Albert Hall 吓，嗱，呢個咧係英國好大嘅 hall，要見你哋，大家覺得好奇怪。結果個晚都好奇怪，就買埋報紙啫。Albert Hall 坐滿咗人，奇怪，一個人去非洲傳道50年，竟然喺 Albert Hall 見佢哋。原來佢就作見證，佢話50年前有個年青人就喺呢個地方聽幾個人嘅呼召，要去非洲傳道。佢就去同佢爸爸講：爸爸，我要去非洲傳道。佢爸爸話：我有錢啊，我可以派12個人去。點解要你去？佢就翻去屋企同上帝祈禱。祈完禱之後，上帝同佢話：我唔要其他人，係要你啊！我要咧唔單止你獻上你嘅心，更加獻上你嘅生命。於是同佢爸爸講：上帝要我，唔係要邊個，我一定要去。結果工咗50年啦，我覺得神大大嘅俾我享受到一個更加精彩嘅人生。我要講俾大家聽，邊個願意咧係繼續跟隨我去非洲？佢話：如果我有1000條命，我仍然要把1000條命俾個主。嗱，呢句說話好似咧戴德生所講嘅1000磅就分俾中國咁樣吓。呢個人係邊個？呢個叫 Thomas Wanning。呢個好有名嘅傳道人。1000條命嘅價值啊，實在比普通1000條命更加有用。各位，耶穌話：我可以差遣邊個咧？好多人話：我在這裏，請差遣他，唔關我事。各位，我好欣賞響咧係法國一間禮拜堂個門口有個爛咗嘅耶穌像。耶穌像冇咗手嘅，
原來咧就將一個咧在大戰嘅時候炸溶炸爛嘅耶穌像擺喺門口嚟，大家覺得好奇怪。原來再睇下下面有個銅牌，寫咗一首詩。呢首詩講住乜嘢咧？嗱，英文咁講 ：Jesus has no hand, but our hands to do his work today. Jesus has no feet, but our feet to lead man on his way. Jesus has no tongue, but our tongue to tell man how he died. Jesus has no help, but our help to bring man to his side. 哇，好精彩！原來耶穌係冇手，係你哋嘅手完成佢嘅工作。各位主內弟兄姊妹，跟隨耶穌背十架捨棄，你願唔願意呢？各位，呢篇講章唔容易消化，唔容易聽，但係耶穌好真實嘅，希望大家認真嘅思想。我哋同心祈禱。天父啊，我哋多謝你，你今日俾我哋有挑戰。主啊，讓我哋知道，我哋唔能夠做一個舒舒服服嘅基督徒。如果冇犧牲，我哋就唔能夠真正背負十架。懇求主你幫助我哋，願意負起十架跟隨你。多謝主，願你嘅說話